過去幾個月咧，我哋嘅團隊咧全程咁投入嘅工作，可以話係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咁去制定呢份建議書。我哋最後咧就喺3月17號，即係星期一行交咗啦。喺過程中咧，我哋分別成立咗籌備委員會同埋呢個專家諮詢委員會。專家諮詢委員會咧，個每一位成員咧都係重量級嘅，係響當當嘅人士，佢哋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，我哋理大。一息間咧，阿滕校長咧就會向大家逐一介紹呢一班專家，同埋我哋點樣請教佢哋，點一齊討論籌建第3所醫學院。我哋又得到咩人士嘅支持，得到咩機構嘅支持？一息間，滕校長都會逐一向大家報告。2023年8月7日，我哋理大用書面向政府咧建議喺北部都會區建設新醫學院。所以當特首喺2024年10月16日發表施政報告時咧，話宣布支持本地大學籌建第3所醫學院，我哋感到非常之興奮同埋雀躍嘅，因為政府嘅規劃同我哋嘅建議完全相符，可以話係不謀而合。政府支持第3間醫學院，絕對係政府嘅德政。計劃高瞻遠矚，配合社會嘅需求，可以造福社會。我哋香港理工大學擁有88年嘅歷史，我哋同香港嘅成長發展係息息相關，密不可分。理大嘅校訓係開密誠務、勵學利民。我哋嘅教育同埋科研嘅工作一直以嚟咧，都係以利益市民、貢獻社會為依歸為目標。喺過去半個世紀，我哋理大培養咗超過5萬名醫療專業嘅人士，包括護士、物理治療師、視光師、放射治療師等等，支撐住整個香港嘅醫療體系，得到市民同埋政府嘅肯定同埋認同。大家對我哋理大嘅醫療教育好有信心。各位，我哋擁有呢啲雄厚嘅醫療教育根基，同埋培育醫療專業人才嘅豐富經驗，係來之不易嘅，係一日一日經過幾十年累積落嚟嘅。呢啲功力絕對係冇辦法速成嘅。開設第3所醫學院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同埋有意義計劃，影響深遠。我哋理大作為一所愛國愛港嘅歷史悠久嘅高等院校，一定會傾盡全力去支持呢個計劃，責無旁貸，義不容辭，義無反顧。理大會同特區政府攜手發展，做好第3所醫學院，就如我哋咧肩負國家嘅航天任務咁樣，我哋不負使命，完成4次探月嘅工程同埋1次火星探測嘅工程。大家都知道登天難㗎啦，但開設醫學院咧，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但我相信憑住我哋豐富嘅經驗、良好嘅基礎、優良嘅業績、雄厚嘅科研實力同埋堅定嘅決心，我哋一定會不負所託，辦好新嘅醫學院，將任務完成。校董會已經開過會㗎啦，全體成員一致通過支持校方申辦醫學院。我哋支持政府，我哋會同政府共度時間，我哋會出錢出力，同政府攜手發展好第3所醫學院。理大可以向政府承諾，如果有需要喺醫學院搬入牛潭尾校區前，理大係可以負擔所有嘅一切財政開支，即係話現屆嘅政府，甚至乎下屆嘅政府都可以分毫不用付。我哋真係出錢出力啦！各位，我哋理大充滿信心去迎接重任，我哋期望繼續得到政府
同埋廣大市民嘅支持，將呢個神聖嘅任務交俾理大，等理大可以發揮所長，應對社會嘅所需，貢獻國家、貢獻香港、貢獻俾市民。多謝大家。